Hello，咁多位，我係肥佬黎啊。今日我禮記茶餐廳正式開業，地址就喺中環。咁我希望越開越大啦，目標係佔領成個中環。我苦心經營咗5年，搵人做衰對家，做假新聞。今年2019年，我禮記全面升級啊！多咗好多好嘢食啊！快啲過嚟試下啦！你杯果汁先啦，加料又唔加價，飲完即刻是非不分，顛倒黑白，冇人性先可以做傳媒㗎。我肥佬黎最叻就係洗腦，個個腦我都洗得乾乾淨淨。呢啲就係我精心製作嘅禮記招牌點心，5大訴求，每個訴求都代表一種寓意。至於每個訴求嘅寓意係乜嘢，我話乜就乜啦，隨時改得，即叫即蒸。總之記住，入到嚟就大嗌5大訴求。哼，係啦，汽油蛋套餐，汽水油多蛋治。本店特餐係我喺美國嘅頂頭老細蝕本資助嘅，做慈善咁賣啊，就係為咗年青人食完可以破壞公物，對抗警察，反中亂港。禮記賣得最多嘅就係手足，豬手加白粥，出賣手足，幫我賺到幾多錢啊！你睇下，仲要全部都係美金啊！老細，我姓樂嘅，捨得。喂，姐姐仔，你唔好亂噏啊！你睇錯啦。喂，小姐，我哋所有人都見唔到喎。淨係得你見到，咁啊，梗係你有問題啦。唔係喎，真係有曱甴啊！原來呢度真係曱甴竇嚟噶。明明就係曱甴，係你黑白不分啊！打死佢！打死佢！肥佬黎，咁多年嚟，你毒害人心，縱暴煽暴，為美賣國，利用黑金反中亂港。而家你已經被包圍，請你舉高雙手，等候法律制裁。